好，我们世界各地的莲友们，大家好，南无阿弥陀佛。非常开心，很高兴的来帮各位介绍这个印光祖师所讲的一段非常精彩的内容，精彩。印光大师，我们都很清楚，他是我们净土中第13代的祖师，也就是民国初年的时候。在苏州灵岩山寺，他建设一个很大很雄伟的道场，在那边广度众生啊，让正法久住啊，老人家的苦心啊，太了不起了。那么我也曾经去过灵岩山寺去参拜，而且他老人家的灵骨后人呢都帮他建一个塔，在永远的追思，永远让后人来瞻仰。所以很了不起的一位成就者。后来呢，我们后人才知道，原来印光大师是大势至菩萨的再来人啊！他怜悯我们这些六道苦海众生，不懂得修行的重要。就算你懂修行，但是法门不相应啊，所以很可惜，浪费时间，糟蹋了生命。所以他用他一种非常高超的智慧来提供给我们下面这一段话，告诉我们怎么样能够寄生成就了，就是这一辈子以后，你因为学佛，你就能满你的心愿真正达到了生脱死的这么一个愿望老人家这么说，他说：“做佛事以念佛为第一啊！你看我们做这个佛事超度我们就是以念佛。”为第一，什么叫做第一啊？没有第二、第三、第四的，这是最重要的、至高无上的。因为念佛的功德是最圆满的，而且对亡者来讲的利益是最广大的。对亡者来讲呢，是最受用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佛都告诉我们，一句佛号嘛，消80亿劫的生死大罪呀。你在念佛的当下，你看100重、1000重、10000重的龙天护法在随时随地来护佑着你，所以我们就知道说，念佛的功德太殊胜了。你就算再大的罪业，诽谤忤逆这一种大罪，犯下忤逆的大罪是说犯下那个十恶不赦的这种大罪，什么方法都解救不了你。但是唯独只有你只要相信念佛，佛呢马上用这个名号的无量功德力来加持你，你的业障一消，他照样的接引，让你顺利的往生西方。所以佛事要做这个佛事，就超度的事情，是以念佛为第一，是最重要的。一皆场面好看而已，其他的都是好看而已敲敲打打，叮叮当当的，你看起来很热闹。那个气氛好像很庄严，但是各位，这个对亡者起到不了一个很大的作用。而且我们在超度念佛之外，应该给亡灵开示，把阿弥陀佛的大悲大愿呢要讲清楚、说明白，告诉所有的亡灵都能心领神会，大家都能够相信、接受，然后用心的、很坚信的、坚定的信念，好好的念佛，那感应道教，个个都解脱。这个就是我们办佛事一个最重要的方向，这个方法，这个要领不能够忽略，不能忽略。老人家提醒我们，印光大师这么说：念佛一法，尤其专心无二。念佛这一条方法，这一个方法，你怎么念佛，怎么成就呢？念佛怎么去解脱的呢？这个方法呢，尤其专心无二，就是特别重视，特别要专心无二。你要专心专意的，不要三心两意，要写这个写那个，不对你一会儿念这个，待会儿呢又念别的，不可以这样。尤其是特别一定要专心无二，要专心诚心诚意的，专就是要诚嘛要专就是要单一，不要有两样。若写此写彼，你看有些时候写这个也要学，那个也要学，这个也学，这个也学，到处都乱学。那这样
纵将三藏十二部，纵然呢，纵然你将三藏十二部佛陀讲的所有的经典，你读得滚瓜烂熟啊，烂熟，你都能背啊，能写啊。各位，你看倒背如流啊，这个人呐，记性特别强，特别好，学问也特别饱满呐。但是你能把三藏十二部读得滚瓜烂熟，仍然跟生死无关呢？你看学问跟你的生死没有关系的啊，八竿都打不到的关系哦。学问救不了你的生死哦。这个时候，不管你有什么本事，在面对着死亡的时候，冤亲债主现前呐，知道吗？四大不调，那个死魔在纠缠你的时候天魔在障碍你的时候，烦恼魔在把你阻挡的时候，你想想看，你这些读的这些经典没有办法拿来用啊，当下没有办法立即的派上用场，没有办法，那怎么办呢？你就念佛。所以念佛一定要专心的，因为那个时候叫你背经典读什么已经来不及了。所以你如果念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这样念出来，佛陀依照他对众生的承诺，他的誓愿，要用名号救度一切苦海众生。我们在一个真实挣扎都非常叫苦连天，在病苦呻吟的那个当下，什么办法都做不出来，唯独念佛，阿弥陀佛这么叫，很简单又容易，很简单。那么你念出来的时候，马上佛光普照啊，你当下就有黑暗跳出，迈向光明。所以你看，你读了这么多的东西，写了很多东西，但是跟生死没有关系哦。所以我们要认清楚哦，你的脑筋要放清醒，千万不要把念佛好像我这个也要学，我那个也要学啊，那个你看到处都想学，但是到最后对你任何都没有起不到任何作用，所以这个一定要小心。所以你看印光祖师就大势至菩萨，我们西方三圣阿弥陀佛、观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，这伟大的成就者，那么诚愿再来，苦口婆心的告诉我们这一段话，我们要永远谨记在心，一佛念到底，南无阿弥陀佛。所以有时候在我们快乐的时候赶紧念佛，在我们悲伤的时候好好的念佛，我们健康的时候要好好的念佛，我们生病的时候更应该好好的念佛。各位，你顺境的时候要念佛，你逆境上来的时候你好好的念佛，一句佛号永远不改变，永远不退转，永远不动摇。如果你能够做到这样，在你生死的关头，阿弥陀佛马上就出口，一出来你念出来，佛陀马上当下就接引了。那时候你跳脱生死苦海了，迈向极乐世界。你想想看，那么你的一切所有所学的东西，最后就一个成绩单了，最明显的成绩单就能看出来你的用心了，所以我们呢一定要明白这一句名号就是我们生命的依靠，我们千万不能忽略了，不能随便不能将就，好像我写这个写那个浪费时间，千万不要糟蹋自己，把这一段话很诚恳的、很真实的来奉劝大家，你们一句佛号念到底，念佛成佛。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